各位同學、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12月13號，星期六。咁我哋剛剛過咗2個星期咧，其實即係由呢度12月1號開始，我哋個波幅咧都非常之細嘅。咁啊，不斷走來走去咧，都喺呢個區間，嗰度上落，就有波幅，但係咧都係跌佢又唔落，升佢又唔上，升到26,000到26,300，有行人止步，跌到嚟25,700、25,400，亦都係跌到行人止步嘅。咁究竟下個星期會點樣行呢？咁我哋循例都睇翻其他指數先啦。咁如果溫故知新少少啦，上個星期最高係207，佢冇破3，最低就跌穿咗4，佢冇去1，所以波幅都非常之細嘅。咁好啦，睇埋其他啲線索，再睇埋下個星期第12月第3個星期嗰個處理有啲咩特別啦。而下個星期咧，大家要留意係美國三重結算而連結3692，最後一季年尾最後一次嘅季結嚟嘅，所以下個星期嗰個波幅會唔會擴闊啦？定仍然收窄啊？定係有啲咩突發事件令到佢嗰個情況會大升大跌啦？咁下個星期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下呢啲有冇呢啲內容資訊去令到個市場有啲突然嘅變化啦。如果冇嘅話咧，咁我暫時估計全部都會，如果平淡地度過嘅話咧，咁即係話又唔似會大升，因為個個又唔會喺12月度買貨啦。咁但係你話有啲咩原因令到啲大戶會沽貨咧？我暫時亦都睇唔到，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好，先睇美國三大指數，道指係最靚嘅一隻，接近喺阻力區，連呢區而家縮咗上嚟，呢度都變埋紅線，破到呢個頂就咁。就算跌翻落嚟，好多支持區嘅，暫時估計唔跌穿47263呢個大紅呢個底咧，呢度區間上落或者破頂，跌穿埋呢個仲有好多支持區嘅。暫時最靚美國三大指數最靚嘅就係道指，睇個熱線圖就睇到啦，最靚呢支陽燭。S&P 暫時波幅好窄，嚟到阻力區有阻力，不過就算跌穿咗呢個兩個底，都跌穿咗個6699，即係6700頂住，穿埋6700先擔心佢大跌。但係暫時睇咧，呢支陰燭咁大支沽落嚟都反彈咧，就唔應該喺年尾會出支咁大啲嘅陰燭啦。希望唔好估錯，最多即係話就算唔係大升，係呢個區間上落，最多喺呢個區間上落，就出年2026年1月先再諗究竟佢哋會點樣做啦。暫時 S&P 好淡增持，之中咧就唔算係偏淡嘅，因為雖然呢支係陰燭，但係呢支陰燭咧係咪下個禮拜星期一都係陰燭咧？下個禮拜一大家就有線索去參考噶啦。納指議息完之後有冇特別再利好嘅消息去破頂？咁啊暫時啦，波幅亦都好細，啱啱喺呢個12月嘅低位嗰度縮腳，而家變咗兩個底，失守兩個底，就似22801係咩位？前頂呢度失守埋呢個，先至落嚟試呢區或者試呢區。咁暫時估計又唔似大升，又唔似大跌，我當仍然呢個係阻力位先，唔升上去啦。可能跌到，希望佢跌到嚟呢度都唔大跌，就喺呢個區間上落。再跌穿埋嘅話咧，都最多喺呢個區間上落，就行埋個12月就算啦。咁啊，暫時咧 S&P 弱啲，納指暫時係弱啲，睇下究竟係 S&P 納指個市跌帶動翻道指跌，定道指跌唔落，稍後時間會拉翻個 S&P 同埋呢個納指升翻上去啦。上證就冇乜特別，沽又唔落，買又唔上，橫行嘅。暫時呢個係頂，呢個係底，穿咗底仲有個底，穿咗頂咧仲有好多個頂，暫時估計喺呢個區間度上落，冇咩特別大嘅向上突破或者向下突破。但係最靚咧就係啲金啦，過去嗰5日除咗星期一係支升體嘅陰燭，全部都陽燭，因為做咗兩個底，仲破咗呢兩個頂，破咗個三角形，而家4200變咗最大嘅支持位，剩翻2個零禮拜啦。守到4200嘅話咧，睇下好友會唔會想升穿埋呢個頂，由整年2025年由起步嘅1月最低位，睇下會唔會升到12月3日之後嘅最高位，由頭升到尾，由頭到尾都咁好味啦。咁就算唔係，
守到個4000二咧，都仍然喺高位徘徊啫，唔代表啲金個市場會大跌。咁當然啦，如果有啲咩突發嘅黑天鵝事件，令到啲金嘅大戶係真係急速要平好倉嘅話咧，咁但係到時大家留意下啲時事上啊，各方面嘅嘢，睇下冇啲黑天鵝出現，令到啲金會喺高位度大調整啦，可以㗎。因為樂觀就破頂啫，唔樂觀隨時做雙頂，雙頂曾經出過大陰燭㗎嘛，所以大家密切就留意住呢段時間咧，就最好要嚟觀察，做定功課，睇下出年佢哋究竟想去做啲乜嘢，無論係金。無論係美國三大指數，無論我哋嘅股票或者我哋嘅恒生指數期貨都係期指好啲，因為日日有得計數，其他嗰啲咧做功課就最好。原因就係700唔係大升，升睇跌又唔落，買又唔上，呢度阻力，呢度支持，仍然喺阻力支持嗰度，好淡爭持。阿里巴巴阻力未到，但係152失而又復得，未穿146.9，你話佢好差又唔算，話佢好好又唔係。月線圖係升睇，即係仍然好淡爭持。小米好啲，支陽燭靚啲，不過都仍然未破呢兩個阻力位，未升穿45蚊咧，就唔好太樂觀住，仍然要當佢係上落市、上落市、上落市。咁睇佢上落到邊度，究竟出年會好定壞咧？睇埋呢兩個禮拜啲線索啦。咁多隻3690靚啲，起碼真係喺100同95而家升咗上100蚊。呢一日開始收100蚊，升咗3日，下個星期翻嚟都仲守到100蚊咧，先至可以對3690樂觀啲。因為最近個月線圖咧，呢隻3690咧嗱不斷係出呢啲升體嘅，究竟今個月又好，下個月開始又好，究竟係咁咧？係咁咧？而家全部都係50-50嘅，所以仍然建議繼續觀察，破到107.8先至可以諗好啲。即係先至可以將呢個3690前景睇翻好啲，9618仍然喺低位徘徊，升睇嘅陰燭，但係波幅唔大，得嗰5-6蚊，即係冇乜特別。388我哋呢隻港交所都係唔係好靚，因為一頂仲低於一頂，跌到嚟400，暫時未失手，仲喺401.8，但係你話佢好叻，亦都唔係，唔太樂觀住。整體咁多隻股票又係得一枝獨秀嘅，又係隻匯豐。繼續創緊新高，呢度一個裂口，呢度再做多個裂口，即係話喺前頂未失手之前，又未失手3條1之前嘅話咧，仍然係審慎樂觀。就匯豐咁啊，但係單天保至尊，即係好彩用好聽嘅說法，匯豐唔跌，起碼唔會令到市大跌。咁但係其他嗰啲唔升咧，呢啲全部都唔升嘅，又唔似令到個市大升，呢啲都唔升嘅，咁好似喺度膠着狀態咁啦。咁所以睇翻我哋呢個恒生指數期貨呢個要月線圖做緊升體，暫時仲困住喺27444同24963呢度行咗4個月。咁究竟今個月出升體嘅陰燭、升體嘅陽燭，定埋尾到時會變咗陰燭，還是變翻陽燭咧？呢度呢2個月而家係咁嘅，繼續觀察。咁所以睇個周線圖亦都係啦，周線圖困住咗啲陰燭裏邊，又未向上突破，又未向下突破，仍然喺度膠着狀態，可升可跌。咁所以睇翻我哋呢邊，仍然係用翻上個星期嚟，佢走嚟走去又走翻嚟26000，仍然用呢個區間300點做波幅，呢個區間上去2個頂，我唔敢話去到27200啦。嚟到呢度咧，喺我心目中嚟到26600啦，我已經對啲好友絕對俾幾個 like 佢啦，唔好講佢唔去到26900啊。咁但係希望跌穿700嘅話咧，希望400同100都頂住，咁變咗喺呢個區間裏邊上俾600點佢，跌俾600點佢，相信呢度嘅波幅咧應該夠行埋呢個月嘅波幅嘅。睇下會唔會到最後個結果就係呢個月咧升到26000、26000、26000、26200、26000、26200，佢升唔上，唔會3跌落嚟，跌穿咗嗰個25700、25400，去到25400，佢又唔開去25100，又沽唔落，所以俾呢個2個區間嘅波幅大家參考，306到400，升穿306俾多一格佢，跌穿400都俾多一格佢，就應該行埋下個星期嘅波幅，亦都足夠波幅
俾啲好友大戶、淡友大戶喺度炒上炒落啦。好，今個星期功課又到此為止，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做功課，希望大家都有個愉快嘅週末週日假期。拜拜。